今仔日初一，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卓荣泰透早就去行村拜年，各发福袋啊，予民众。面对着国内朝野对立，赖清德是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卓荣泰也强调讲，政府拢有密切的关注国内外情势，会继续予台湾保持伫咧世界供应链的带头地位。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！甲国人同胞拜年，正月初一，总统赖清德一早起到艋舺龙山寺参香。面对国内朝野对立，伊祈求台湾会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我甲观音菩萨祈求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所有的善男信女会当合家平安，大家大赚钱。院长怎么看川普喊话提高晶片关税？若是赖总统参香的行程百家满满，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起赶快也展开伊参香的行程。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点名晶片制造业拢走来台湾，可能会对晶片起关系。对此，卓荣泰强调，政府拢有密切注意经济发展。经济部及其相关的部会都已经在严密的这个注意当中。过一两天，我们也会紧急的看看要不要对产业界做出更多的合作的计划。卓荣泰强调，台湾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有4.3%，是过去几年来第二高。也强调，政府自去年开始就一直拢有伫咧注意国内外的情势，将会密切保持台湾伫咧世界产业供应链的领先的地位，全力甲世界各国合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